一家三口住點樣增加儲物，同時又保留到空間感？今日帶大家直擊富亨村呢個531尺單位。一入門口就見到呢個雙玄關櫃設計，第一個就喺大門側邊嘅高身鞋櫃，方便出入換鞋。第二個就係廚房門口特製嘅 L 型大櫃，做成個屋企嘅中心區，收納廚房雜物，做神台位，仲有玻璃展示櫃。最正係櫃門後面裝咗塊全身鏡，出門前打開櫃門就可以照鏡執樣，超方便。仲可以將啲喉管收晒喺櫃後面，中間層板隨時可以拎走，方便日後整嘢維修。呢個 L 型櫃仲有一個好大嘅作用，就係將原本箭嘴型嘅廁所變翻更加四正，偷多啲位用。廚房用咗 L 型設計，動線就更加順，由外到內係備菜區、煮食區、洗碗區，煮飯行少好多冤枉路。電器位仲裝咗移動軌道插座，幾多部機都夠插，啲線唔會立亂。客廳靠牆做咗一體化大櫃，電視櫃連餐邊櫃2合1。電視櫃啲插蘇電線用隱藏式設計，收晒喺櫃桶入面，成個廳望落企理好多。飯台側邊嘅獅字櫃仲可以擺咖啡機、水機，拎嘢飲水一伸手就掂到啦。主人房要乜有乜，書櫃、衣櫃、梳妝台都齊晒，休息、辦公、儲物全部搞掂。細房做咗地台床，儲物量比肉眼可見嘅更加多，仲有做到天花嘅大衣櫃同書櫃，成間房嘅儲物空間即刻多咗60%啊！仲有呢個靜音緩衝上揭櫃門，唔怕嘈又唔易夾親手，喺地台度拎雜物就更加方便啦。廁所改翻四正之後，洗手盆上面加咗個開放式層架，廁所入面嘅淋嬸瑣碎雜物都終於有地方收啦。另外，業主想擺清潔工具喺廁所入面，有個位可以晾乾佢，所以我哋就冇將企缸做到滿，留翻一個角落位，專門放翻掃把、拖把，保持廁所乾濕分離。成個單位儲物偷到足，但望落依然空間感十足。如果你都有需要裝修或訂做家私，可以即刻 WhatsApp 我哋免費諮詢同報價。